绍接下来的曲目。接下来的曲目是求主赏赐灵气。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乐曲。我心中因神充满平安，求你开我的心眼，好让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你启示的真理。求你让我手中握有从罪中得释放的钥匙。我现在安静的等待，求圣灵开我的眼目，使我可以看见你。第二首曲目，曲名为《因他活着》。接下来进行乐曲介绍。你是永活真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这首诗歌也是基督教信仰告白的原型。
曲的介绍，乐曲名称是恩典的礼物。奇异恩典拯救了像我一样悲惨的人。我曾经迷失，无法清楚地看见，但如今却得以看见。越过许多的危险、苦难及诱惑，我终于到达目的地。直到现在，奇异恩典引导我一路平安。奇异恩典也会引导我回到真正的家。是的，身体和心会灭亡，当我的生命到达终点时，同时我也会回到天家。这就是喜悦及和平的生命。地上将像雪一样白，太阳将失去光芒，但神的应许将会与我同在。这首诗歌的内容是以奇异恩典为基础，为 Dobriskin 所创作的作品。
享生命的粮的介绍。主说：“我是生命的粮，吃了这粮就不会死，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在末后的日子，你将被提到天上。”让我们一起吃这饼，喝这杯，一起向神祈求，向神跪拜。当我们面对清晨的太阳，向神跪拜时，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介绍。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可以让我们心里得着平静安稳的地方。真正的家是哪里呢？人们不都是在寻求全身全灵的本质，以及生命的源头吗？
乐曲主拯救但以理的介绍。神将但以理从狮子坑中拯救出来，从金鱼腹中拯救约拿。每个人都是如此被神所拯救的。
曲是 Email 思念 Nelly 时所唱的美妙歌曲。我心爱慕你，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觉得很幸福。心所爱的人是残酷的人，就如此无情地抛弃我。这是一首思念无情的人所唱的歌曲。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たちはね、2007年に、初めてこの町に来て演奏したんです。でそれからね、2年に1回ずつ台湾を訪れて
も、しばらくちょっとこの町には来てなかったので、久しぶりにここを訪れることができてとても感謝しています。先生说，他是从2007年开始来到这个就是台湾这边进行演出。那他是每2年会来1次进行演出。那因为会来高雄这个地方，可是比较没有来到这一区这样，所以就是很久违的来到高雄这个城镇的感觉。很谢谢大家。この度は、カオシュンの YMCA が、ぜひ来てくれ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ただいたので、来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すけれども、本当に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そして、これから、この YMCA とそしてこの栄光堂教会の繁栄をお祈りしながら、また後の演奏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那这次很荣幸能接受到高雄 YMCA 的邀请。那接下来希望可以再跟借由 YMCA 可以促进两方的繁荣。谢谢大家。
接下来进行第9首乐曲《台湾民谣组曲》的介绍。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台湾民谣组曲。
节奏，其特征是广泛使用爵士风的节奏型。这首音乐称为散拍音乐，以及破碎摇晃的节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北美。Scott Joplin 是最有名的散拍音乐演奏家兼作曲家，因此被誉为散拍音乐之王。私たちは神戸 YMCA に属しているグループです。神戸 YMCA と川島の YMCA がこれからまた仲良く交流し合いながらお互いに発展していくことを願っております。阿贝先生所述，他们是隶属于神户 YMCA 的乐团。那他们有在跟高雄的 YMCA 进行交流，希望之后可以有关系良好，然后就是有永续发展的那种感觉，这样。谢谢。
神戸 YMCA の総主事の井上さんご夫妻が一緒に来ておられますので、ご挨拶だけ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ょう。今天神户 YMCA 的总干事的夫妇也来临现场。进行最后一首乐曲《雨滴之舞》的介绍。那这首曲子是加拿大作曲家 Patricia M. Thompson 为13届世界手中座谈会创作的作品。聆听时，在脑海中会浮现出雨滴时而静静地摇摆着，时而跳跃着的样子。
それではこのまま帰るわけにいきませんので。因为不能就这样子就回去。那接下来要安头的歌曲是一首动漫里面的音乐，叫做《银河铁道999》。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好吗？好，大家先请坐，大家先请坐。好，那么非常谢谢他们的今天的演出，非常的精彩。我跟各位稍微分享一点点。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出来，他这样子用这个手中所表演的这个曲子的结构，就俨然是一副，现在是一个类似像一个乐团，而且有好多个声部，我至少可以听到至少有6个声部以上。然后呢，他们除了那个弦乐有那个
那个弦乐的声音以外呢，还有这个他们相互之间这个打击棒也会制造声音，还有他们这个里面拨弦的声音也可以制造声音啊，甚至于那边最旁边那边它那个是贝斯的那个声音，通通也制造出来，非常非常难得，非常非常难得。所以我想这个是世界级的演出，我们再一次给他们掌声。好，那么先请讲一下这什么的。今天呢，也有礼物送给他们。那么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份礼物哈。要送给神户 YMCA 的总干事。这是我们台湾相当特殊的礼物，送一包米。好，各位，你如果有兴趣呢，或者我们也欢迎各位到前面来，好，跟他们一起拍一张大合照，好吗？尤其刚才各位几位演出的老师。